先來看美國總統 Trump， 伊是講真緊就會對新一批的台灣軍售案來做出決定。也毋過，即馬美國海軍的代理部長伊說講，因為目前是愛先來應付伊朗戰爭，所以這個軍售案是會暫停的。也若咱總統府是回應講，目前呢其實是無收到這相關要調整軍售的消息，也希望咱的國會會當照時間來審這個國防特別預算。美國總統 Trump 在一個禮拜內底公開回應2擺，會當就新的一批140億美金的對台軍售，還佫有要和賴總統談話。不過，美國海軍代理部長高雄在參議院聽證會中頭說講，因為美軍需要優先處理伊朗戰爭，先暫停這項軍售案。We have done some foreign military sales to them, and it's just right now we're doing a pause. In order to make sure we have the munitions we need for Epic Fury, which we have plenty, but we're just making sure we have everything. But then the foreign military sales will continue when the administration deems necessary. 總統，美方有暫停對台軍售嗎？跟川普通話會繼續爭取軍購嗎？面對提問，賴總統無回應。總統府是指出，目前無收到任何相關的消息。目前呢，並沒有任何有關美國針對這項軍售要進行調整的任何訊息。反倒是最大的問題是在於，我們希望在國會當中有關於軍售的條例相關的預算能夠不要節外生枝。如期順利的完成。駐美代表余大雷接受美國媒體新聞頭條的專訪，強調中國侵犯台灣的可能性真正存在，台灣會當買武器，嘛符合美國的利益。因為更加強大台灣，就會當減少中國攻擊台灣的機會。不過，國民黨立委是認為美方對軍購有疑慮，是因為賴總統的台獨立場。我們賴清德政府還是堅持他要台獨。那在這種情況之下，那美國當然對於140億的軍購，他會有所疑慮，因為他會認為你買這個武器是不是為了要發動戰爭？就是因為賴清德總統他傳遞了錯誤的訊息給國際社會，給美國。透過我們在美國的相關的這些外交管道持續來去斡旋，相信說在全力爭取之後，那軍售的部分還是能夠得到我們想要得到的這樣的武器資產。民進黨立委就分析，美國海軍代理部長的講法應該是變數還有煩惱，不過並不是最後的定案。軍售議題嘛等待台灣跟美國之間正式管道繼續溝通。記者綜合報道。